各位大家好，啱啱諗到一啲比較緊要嘅嘢想講下嘅，就係關於大埔火災。以我一啲我識嘅心理學啦、催眠學啦，想同大家講下，係俾一啲如果你覺得自己嗰個心理承受能力唔係太高嘅人呢，你要注意呢啲咁大嘅災難訊息，不至於話做到 PTSD， 話會令到一個人會情緒上有一種嚴重創傷咯。但係問題係咧，佢可以係好輕微地進入咗你潛意識，一種好負面嘅情緒記憶。尤其有啲人咧，即係睇新聞嘅時候咧，佢係一種追求好奇嘅心態，知道咗個表面新聞信息唔夠，連嗰啲汁都撈埋。譬如有啲訪問到一啲嗰家人全家點樣慘死法，或者點樣剎那間生死之間可能係一個好唔好彩，或者係甚至到有啲畫面係收屍俾記者影到，好似揭秘式咁樣俾你睇到。所有呢啲咁嘅好 in-depth 嘅信息，或者係一啲好慘痛，或者好有啲可能即係 bad taste 又好，殘忍又好，或者好trigger 到啲 depressed emotion 嘅信息又好咧，其實 enough is enough。即係我哋唔係要拒絕新聞，新聞咧就有一個程度上咧，就係你知道嗰個事件或者來龍去脈嗰個觀念已經夠，就無謂去將一啲咁負面嘅新聞嘅 in-depth 帶有殘忍 bad taste 血淋淋諸如此類信息都吸收入去。就算讀新聞嘅同學都學過咧，新聞到咗某個程度上係唔可以過嗰個 bad taste 嘅界線嘅，即係新聞唔係要挖到血肉模糊嘅，唔係話連嗰嘅信息都要報導埋出嚟。但係真係有好多傳媒也好，或者為咗個銷量也好，佢哋真係會咁樣做，而特別係迎合一啲好奇嘅讀者。但係呢啲讀者咧，唔自覺嘅唔知情況下咧，再加上自己嗰個心理素質、自覺性、情緒管理嘅能力唔係咁高咧，呢啲信息連帶嗰個好負面嘅情緒進入咗潛意識咧，其實係好大煲，因為不知不覺間潛意識即係潛咗嘅，我哋自己係唔覺係唔知嘅，但係慢慢你個人就變得好負面，慢慢累積起嚟，積少成多，聚沙成塔，就會變成一個性格上價值觀上、情緒上比較偏向負面嘅人。但係當然亦都有啲人啦，即係唔係多數啦，絕對係少數啦。個情緒自覺或者對自己嘅體驗係非常之自覺嘅人，咁就例外。如果你唔敢肯定自己係一個情緒自覺、體驗自覺係咪一個咁清醒嘅人呢？咁你守住一個原則，尤其對住大埔火災呢啲咁嘅新聞，適可而止啦，唔好俾自己過分吸收負面情緒同信息啦。講到呢度。